过敏史的部分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食物药物，没有医药，没有食物的过敏。好，那这样我们今天是适合施打的，像我们同仁会帮你测量体温跟生命征象。那打完针之后呢，就请你多喝开水，多休息。好，谢谢。这个是我们的疫苗注意事项。好，谢谢陈医师。接种，不过先讲一下体温，有通过哈，37，好。哦，对不起，我口误，是37。是，哇，原来副指挥官身材很好哦。我想说，副指挥官怎么脱衣服，吓我一跳。那这样子角度是不是应该再过来一点点，大家比较好拍？是，这样比较好拍哈、哦。这样可以吗？太过，因为他太帅。好，今天施打的疫苗是 COVID-19 的疫苗啊，这一瓶疫苗1号是 CTNAB509。刚才医师有评估过副作，包括他没有过敏，而且今天早上有吃早餐，精神应该都不错。那我们就马上来施打这一次的疫苗。副座你应该没有紧张的感觉哦，很轻松，尤其穿背心之后更轻松。开玩笑，我想的确啦，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护我们台湾这么好的这个防疫成绩，也体现更多的这个医疗保护，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我们先核对的身份，请问您的全名是？陈忠彦。那我们现在帮您打针哈，那待会我们打针的时候，我们就放轻松深呼吸就可以了。帮你做效果。那我们打完针要休息半个小时。好，谢谢。打这个地方不用手术，就打完你这个地方了，谢谢。好，副座稍坐一下，稍坐一下。好，我们是不是借着这个机会，副座有没有什么要再跟大家提醒？我想问一下，就是先穿好衣服好了，不然这样子型男的形象就不见了。比平常的打针或是抽血，其实因为针头还算蛮细的哈，所以那个其实完全没有这个扎进去的感觉，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那其实很多担心打针的朋友，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比蚊子叮到还没感觉。好，那这个打完之后，现在都很好。好，不过刚刚罗布。我们坐在那边的时候，罗布一直请我晚上一定要注意看我有没有发烧的状况。他说，如果我晚上有发烧的状况，表示我的身体状况还是很年轻。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因为今天其实机组员也开始接种了，然后有一些机组员表示说，其实现在的进行的检疫的模式，这样对他们来说，在身心灵上面都有一些煎熬了。那如果说我们在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可能会考虑去讨论说他们的检疫的一些策略的改变呢？指挥中心其实对这个施打完之后形成的保护力状况，一直都有持续在做评估，所以包括施打完疫苗之后，那未来的这个检疫措施是不是会做调整，都一定会持续，然后依照科学的数据来做实际的调整。那包括机组员的部分，其实我们也都一直在滚动的做检讨。那当然，未来疫苗施打完，也会比对整个这个国际上面施打完疫苗之后所形成的保护力状况来做调整。还有没有其他的？好，那是不是也请副指挥官帮我们拿这疫苗接种卡，在镜头前帮我们拍个照，无照就好，对不对？还或者护士人员跟我们一起。